乡亲啊，继续是正大消息。这个总统大选媒体上新的民调，讲郭文摕是冲到第一33%，赖清德是30%排第二，侯友宜23%排第三。虽然三卡都侯友宜排同尾，不过也是按照着家己的脚步稳当咧向前。但是国民党的立委参选人已经按捺袂调，想要找民众党来合作。这个国民党伫咧台北士林大东区的立委参选人游淑慧就讲，若找民众党的黄晴莹来徛台，至少会当加2万票。宋春莲爱侯友宜好好做代志，今日一天出席黄埔建军的庆祝活动。伊毋过媒体公布的上新的民意调查显示，讲侯友宜伫3位总统参选人内底是第3名，伊共款要照家己的步调伫行。民调的高高低低，我们都是一个参考的指标。最重要，我们选举就像跑马拉松一样，我们自己有自己的配速，要有耐心、毅力跟坚持力。态度无变，甲第一名的郭文摕差10个百分点。相对的，只是其他政治人物很无聊。因为国民党的同志敢若已经挡袂掉啊。除了柯文哲之外，那如果黄金莹帮你站台，也帮你站台，然后林真宇帮你站台的话，好像也是。我可能就会有多2万票以上的空间哦。想要南北合作，因过即马排第一的郭文摕，嘛毋是百名。能够解决问题先解决，因为对台湾的渔民来说，台湾政府，包括一般台湾人民的，他不会想说啊这块土地，他只想说我可以现在土地就土。月7日，日本接受访问的时，讲到钓鱼台主权的争议，郭文摕的谈话引起正大的讨论。所以讲后来有表示讲，是要先顾民生的问题，也毋过依照台湾民意基金会上新的民意调查，问到台湾人对钓鱼台是日本的，毋是台湾的这款主张的态度，敢若12.2%同意，有70.6%的人无同意，还佫有36.4%的人完全袂当接受，显示台湾人并毋是像郭文摕所讲的，无想要这块土地。现阶段民意调查上悬。也毋过，这款风格选民敢会认同，时到你转票时就知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